指出 A 嘅二次方減 B 嘅二次方等於17啦。題目就話求 A 加 B， 你睇下平均正確率得10%。5%。咁首先我哋知道呢個 A 嘅二次方減 B 嘅二次方究竟係屬於咩先？其實 A 嘅二次方減 B 嘅二次方，即係我哋就可以話佢係 A 加 B 乘以 A 減 B， 去乘翻 A 減 B 就會等於17。咁咪第一步咯。呢個就係將 A 嘅二次方減 B 嘅二次方拆成呢條式啦。咁之後我哋首先佢依個數一個數乘一個數等於17，有兩種可能嘅，一就佢哋係負得正，再唔係佢哋兩個都係正數，即係依兩種可能啫。咁之後我哋其實可以分析嘅，因為兩個如果佢負得正，即係兩個數咧，基本上都係負數嚟嘅。但係其實兩個數負數係唔合理，可以直接得出，即係我哋可以得出一樣嘢 ，A 係大過0嘅 ，B 亦都係大過0啦，呢個係我哋需要知道嘅，因為 A 加 B 乘以 A 減 B 嘛。咁呢度我哋可以得出 A 大過0 ，B 大過0，咁就得出咗 A 大過0同 B 大過0啦。我哋諗下，其實咧某程度上咧 ，A 減 B， 首先我哋知道究竟 A 加 B 大啲啊，定 A 減 B 大啲？因為佢哋兩個都係個正數，所以其實肯定係正數減正數一定細啲，所以 A 加 B 啊係大過 A 減 B， 大過0。好啦，咁之後啦，我哋所謂呢個17啦，其實係一個質數嚟，17係一個質數啊。咁一個質數嘅特點就係佢係只可以係17，只可以由1乘17啊嘛，即係都可以話 A 加 B 乘開括 A 加 B 乘以開括好 A 減 B 呢兩個咧，其中一個係1，其中一個係17。咁我哋呢度得出啦 ，A 加 B 大過 A 減 B 大過0，所以 A 減 B 等於1，A 加 B 等於17。咁嚟啦，咁啊 A 加 B 我哋去乘以 A 減 B 等於17啦，咁依個係等於16、17，依個係等於1。咁啊，我哋要平均分配，咁其實得依兩種可能嘅，即係依個數加依個數係要等於17，依個數減依個數要等於1，咁我就可以將18去除以2嘅，因為我哋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可比擬正除，18除以2，9啊嘛。即係大嗰個數咧係等於9，細嗰個數係等於8。我哋嚟啊 ，A 加 B 呢個我哋未必可以即刻分到佢係大細，但係呢個係因為佢要係一個正數啊嘛。咁 A 自然係一定要大過 B 啊，咁大過 B 即係 A 係9啊，咁 B 係8，咁可以得出9加8咧，去乘以呢個9減8就會等於17，我哋可以驗算啦。17乘1等於17，呢個係啱嘅驗算。好啦，佢而家問 A 乘 B 等於幾多？因為 A 係等於我哋所謂嘅9，B 係等於8，咁 A 乘 B 就係等於9乘8，等於72。咁就會出現咗72呢個答案啦。呢步應該係最難嘅，拆翻出嚟 A 二次方減 B 二次方等於開括 A 加 B 刪括乘以 A 減 B 呢個好嘅。